屬雞嘅朋友，2026年係你哋嘅實力展現年。雖然今年有輕微嘅破太歲，代表喺合作上面容易出現一啲小瑕疵，但好消息係你有正財星入命，呢代表你嘅勞動力會轉化為實質嘅金錢回報。簡單嚟講，只要你肯做，今年一定有錢收。不過火旺之年會讓你嘅毒舌功力倍增，想知道點樣避開口舌是非，我哋即刻睇睇每個月嘅運勢。正月開門見財，事業運極佳，會有新嘅工作任務或項目交到你手上。建議呢個月係打好基礎嘅時間，唔好怕辛苦。2月正沖月份，動盪不安，卯酉相沖，心情煩躁，容易同另一半或生意拍檔起爭執。注意財運有流失，唔好做大額投資，亦要預防交通意外。3月六合貴人月，轉機出現，辰酉六合，之前2月留低嘅爛攤子，呢個月會有貴人出面幫你解決，係簽約、求職或者談判嘅大好時機。4月三合貴人，地位提升，巳酉丑三合，你嘅領導才能會被睇見，有機會升職或者管理更多人。5月火旺之月，防口舌，太歲月火氣太盛，克制你嘅金。注意呢個月最容易得罪人，記住沉默係金，唔好隨便評論同事。6月休養生息，運勢回穩，適合去進修或者同屋企人去旅行。7月競爭加劇，職場上出現競爭者，雖然有壓力，但會激發你嘅鬥志。8月值月月份，自我檢視，建議重視內在溝通，呢個月適合整頓財務，將啲無謂嘅開支 cut 咗佢。9月亥月，注意小人，有失傷害，容易有朋友出賣你，或者係有人喺背後搞小動作。化解，唔好隨便將秘密話俾人聽。10月文昌運旺，思路清晰，適合處理文書工作或策劃明年嘅大計。11月破月防意外，只有雙破，要注意健康，特別係呼吸系統同埋皮膚問題。12月三合收尾，財運亨通，會有意外嘅年終獎金或者係投資回報，係一個開心嘅結尾。建議佩戴龍、形飾物，辰酉六合，龍可以幫你穩定氣場，化解破太歲同埋是非星嘅負面影響。2026火旺克金，屬雞人最需要土來通關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多穿黃色、咖啡色、米色，能增強你嘅正財運。今年要練成金剛不壞之耳，聽到是非要當聽唔到，專注喺自己嘅財路上面，先係真正嘅贏家。屬雞嘅朋友，2026年係多勞多得嘅一年，只要你守住把口，錢財一定會入袋。下一集我哋會講生肖屬狗嘅朋友。2026年屬狗嘅朋友竟然係三合太歲，而且有機會大發橫財。想知點樣接財神？記得點讚及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集見。